6月28號，當眾嘉賓進入聖若瑟六校嘅花地瑪百年顯現紀念堂，迎嚟咗校旗，喺校歌聲中開始咗2024-25學年嘅畢業典禮。畢業同學代表嘅祈禱，願上主幫助佢哋能效法學校主保大聖若瑟，以純潔、勇敢同堅毅嘅心面對唔同挑戰，勇於負責，做一個頂天立地嘅聖中人。澳門天主教教區首牧李賓生主教嘅致辭，亦回應咗同學校訓己立立人，就係要提醒大家做一個有德行嘅聖中人。因為喺天主眼裏面，人如果冇咗德行，再多嘅知識都係冇用㗎。並應該以耶穌基督作為所有德行嘅泉源，成為大家嘅道路、真理同生命。愛主愛人，並將知識化為智慧，好好辨別善惡，護衛生命，尊重生命同珍惜生命。希望大家好好發揮出呢一個生命嘅火花，一份嘅熱忱，一份嘅熱愛。呢份嘅熱愛能夠令到我哋講嘢啊、做嘅嘢啊，同埋我哋邁向住未來咧，都充滿住信心，充滿住希望，充滿住愛情。校長喬樹勇喺回顧呢100位畢業同學喺學校中嘅點滴時，既為佢哋今日取得嘅成績感到欣慰，亦都強調學校並唔單純傳授知識，亦教會大家做人，應該常懷感恩嘅心，感謝父母、師長、身邊同學以及曾經努力嘅自己。佢希望畢業同學帶住母校賦予嘅勇氣同智慧，保持熱情，跌倒爬起，好似種子將要扎根喺唔同土壤裡面咁成長，結成獨特嘅果實。今日你哋蓄勢待發，破繭在即，母校永遠都係你哋回頭可以看到嘅燈塔，同窗亦都係你哋人生道路上邊嘅良友。願你哋心中有火，眼裏有光，未來嘅路上行得更遠，飛得更高。多謝大家。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學生廳廳長陳旭偉亦都叮嚀畢業同學，無論未來選擇繼續深造或者投入社會，要永遠保持求知若渴嘅態度，懷抱對生活嘅熱情，堅持各自嘅理想同信念。因為喺一個快速變化嘅時代，唯有不斷學習，勇於創新，先至能夠喺未來嘅競爭中脫穎而出。當同學們從頒授各個獎項同畢業證書嘅嘉賓手中接到自己努力嘅成果，亦都回望咗過去6年嘅時光，只能將千言萬語化為最深摯嘅感恩。佢哋知道畢業雖然係分離嘅日子，但都充滿期許，就如佢哋獻唱嘅歌曲《續空》，即使曾經有迷惘或者再多嘅痛，都可以變成明天嘅披風，追逐遠方嘅天空。終有一天，台下會掌聲雷動。